定期到期嘅朋友仔，今年嘅銀行利息係咪真係越嚟越低呢？咁以今日嚟講啦，1月22號存100萬喺匯豐，3個月嘅定期只係得 2.4%， 即係話得7500啦。定期到期之後越嚟越低，春天梗係低門檻去種錢嘅黃金時間啦。今日咧教你咧最低咧用2000蚊嘅美金換一棵咧永遠搖錢嘅樹，5年後咧年年都可以拎7%，仲有4.5% 保證嘅預繳嘅利息俾你。如果你本金咧有100萬咧，即係第5年之後你咧可以每年攞7萬啊！把握呢一個機會喎。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最近埋個鈴鈴，咁第一時間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新片噶啦。呢個計劃有個指定嘅動作就係557啦。咁核心咧就係講緊咧5年嘅儲蓄計劃，第5年起就每年可以拎到7%喎。第一低門檻啊，入場費只係需要2000美金就可以玩啦。不過政府咧仲可以最多咧拎到4.5% 嘅保費保證嘅利息，相當於咧先賺一筆再滾錢。第二啦，就係好似一個永久嘅提款機咁樣，無論你投2000蚊美金定係100萬啦，第5年同樣地每年可以穩拎咧7%，拎咗一世都唔會斷喎。打個比如啦，你入咗嚟100萬啦，第5年開始可以拎7萬蚊啊，拎到20年之後即係140萬啦，140%，咁戶口嘅本金仍然喺度喎，賬戶嘅餘額咧仲可以滾存新息添。第三，唔等錢使嘅話擺喺度，咁啲錢咧就再滾多啲啦。10年咧有131%， 20年275%， 30年585%，擺得耐滾存仲多。仲有3個咧定存冇嘅頂配功能俾你喎。第一，多元貨幣隨意換貨幣，有8種貨幣啦，美元、加元、澳元，自由轉換。譬如仔仔女女要留學啦，自己去旅行啦，唔使受匯率，而且咧可以賺埋呢個貨幣升值嘅日價。另外第二，額外咧人壽多50%，保單第4年開始，如果受保人喺60歲以下啦，仲多50% 人壽保額。我當你擺100萬定存喺銀行，最多咪拎翻100萬咯。呢份保障就唔同啦，可以俾到你150萬俾屋企人喎，賺錢之餘亦都有保障。第三，免費信託嘅功能，無限次傳承，延續源源不絕嘅財富，傳俾屋企人繼續拎錢，帳單咧唔會因為原受保人死亡而斷單啦。仲可以咧預先設定你萬一啦嚴重老人痴呆症點算啦，冇行為能力點算啦，咁我哋有暫託人幫你保管啲錢，幫你用錢嘅，咁你又慳翻咧成2萬蚊嘅設立呢個持久授權書嘅費用啦，又可以慳翻咧設立信託費用嘅費用同埋佢未來嘅管理費喎。嗱，講真啦，嚟緊咧都係一個低息嘅環境週期啦，呢個計劃同定期相對嚟講咧真係性價比極高喎。如果咧定期咧到期，你要繼續要續啦，利息你會見到越嚟越低啦，又要鎖死啲錢啦，完全係錢嘅監獄。另外啦，新式嘅儲蓄計劃咧，唔再好似以前咁，淨係紙上談兵，你見到啲錢咧就喺張紙上面。其實而家咧第5年你可以永續拎7%，另外你預繳保費亦都有保證嘅利息。高達 4.5%， 係保證㗎。而家咧推廣期內仲有啲着數話俾大家聽，首年嘅回贈高達 26%， 最低咧你2000蚊就可以入到場。你嘅定存嘅定期嘅錢咧放喺銀行，慢慢地縮緊水喎，不如換過嚟我哋度啦。5年後年年都可以拎到7%嘅計劃。嗱，本金安全啦，拎錢自由啦，後代有着數。嗱，最後我戴翻個頭盔先，以上嘅內容僅供參考，並非銷售嘅建議。如果大家都想知呢個咁筍嘅計劃嘅詳細嘅內容，揾我哋傾下啦。如果大家都想詳細了解呢一個計劃咧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91060898，或者留言區嗰度留言。記得啦 ，CLS 呢條片俾其他朋友仔知多啲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記得要撳埋個鈴鈴。下集咧再同大家咧分享咧最新嘅理財優惠。拜拜。